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其实很感谢教会有这样一个学习和平使者的这个操练的机会。那在这个其实操练的过程中，其实我自己也受益良多。那当然，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说，也可以让我们身旁的人也可以受益到。那其实在这个和平使者刚刚开始没多久的时候，那我就碰到了一件事情，就我们店中有2位员工，那一位是新来的，那就是没有多久，那另外一位就是比较久了，做很久了，那他们之间就是有一些小争执。那后来了解到原因是因为这个员工，新的这个员工，他觉得说老员工他很不公平，那做事都是指派给他非常多，那觉得说他很多事情并不是他自己做的，但是他都把他指派给别人这样子。然后老员工则认为说，他其实是在锻炼他。那他因为通过这样一次一次的机会给他，那他自己才能明白什么是他不会的，什么是他会的，那这样才可以说让他变得更好。那当然各说各的话，老员工觉得说他是为了新的员工好，新的员工觉得说他是利用了他做了很多的事情，因为他是新人。那后来我听说了这个事情，那他们其实在表面上还是不让我知道他们不和。那后来我有听说这个事情以后，然后我在一次开会中，我就想说，我就对他们说，我说你们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那其实要先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你才有办法去看清楚别人眼中的刺。其实你今天自己眼中有一整根的梁木，你自己都没有发觉，那你一直去专挑别人的刺，别人有一点点的小过错，你都没办法去包容。对，然后我说，因为我们人真的是不完全的，有的时候就是很多事情，就是自己都没有看到自己有很大的一个缺点在那边都没有看到，那反而会去看别人有一点点就是小事情，你都会觉得说把它放大。对，然后后来我就这样子，那开会结束以后，其实他们并没有表现什么。那过了1-2天，那就其中有一位员工过来问我说，邱姐，你这句话是在哪一本书上讲到？我怎么都没有听到过。那我说这是我们教会现在操练的一个课程啊。我说里面其实很多的话语都是我们圣经里面的话语。对，我说圣经是一本很有智慧的书籍。对，然后我说我们改天送你一本好了。然后过了1-2天，我就把圣经送给他。我说你回去可以慢慢看一下，因为我想说，其实借的这个也是可以是一个荣耀神的机会。对，那也可以顺便宣扬我们的福音。对，谢谢。